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空中母语教室。基督路的比那曼那伊嘎了巴拉巴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就是会遇到一些，就是很像很可怜的时候，我们帮助他的人，然后突然他又忘记了，这不是很常会遇到这样的人类，忘记还钱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学习跟还钱有关的这些单字要怎么讲。就是我在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《还钱玛丽达》，然后这个歌其实就在讲那个我们在部落都会有书班嘛，然后书班不是都会有写那个黑板记账小板板，对，会写小板板。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一个工人，他一开始有去欠账，然后欠账完了之后，那个老板一直叫他还钱，后来他就去做工了，以后他就一直跟他讲说，我明天就会去上班了，你什么班呢？就会有个傻呆呆，会有200块。请到这个同学，他本身跟还钱很有关系，因为他是伴娘。大家好，我是来乡的丽君，然后我叫阿福，然后本身呢是从事服饰业。只要台湾族还钱的时候，他有一些优雅的催账方式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有请，一样是我们的 J.K. 老师。老师，今天我们帮你准备了，要来教我们首先要先来知道就是贵跟便宜。巴掌啊，马九路是便宜，马九路是便宜，沙九路这个 DJA 这个音好难念哦。这个是九轻32，沙子二，好讲哦，沙子二。没有 Q 字的就这么说啊，就是沙子二。果然，好，这个热也很难，好难哦。这个是热，这是有善音有弹舌，这个是弹舌。多啦，格里，也可以。好，我们再复习一次，预备去。巴掌啊，马九路，沙九路，沙子二，古拉，格里，好。哦，所以就是反正台湾族语呢，有些地方有 K， 有些地方没有 K。老师很贴心，他有帮我们念，你们就自己去看看你们是属于哪一个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要问，比方说最常讲是这个东西多少钱，这个东西多少钱就很常讲嘛。比来猪会这样啊，对，这个东西多少钱？比来猪啊，假如不你在卖什么？一种好，对，比的白薯啊，比的白薯，白薯啊，一种。这个很重要，就是Vida 这个好像只能用在没有生命的，对不对？比方说人就不可以这样子的。当然啦，不能讲这个 Vida 是整东西的多少钱多少，但是这个人的多寡马比达啊，前面加一个哈前缀词，这个是专有名词，针对人。马比达是说这里有多少人啊？马比达不能打我们看了，你们家有几个人？对，你千万把他的朋友不要问比达爱出，对，你会被赶出去。接下来这个是我们会形容，有时候我们最常把东西会要大小。有没有比较大件的裤子？好，伊说呢啊，加布拉啊，祖邦。伊说呢啊，加布拉祖邦啊，为什么叫祖邦呢？就是因为它是问句。祖邦啊，对。但是萨萨卡的这个字，我们在很多歌都会有听到。就比方说，像我之前我有教萨兹这个是台东那边的，然后好像也有很多地方有不同的沙子二的表达，是它也可以用在心情中，可以欢乐啦哈，或什么做沙子二。其实它这个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年轻人讲的 chill，chill 就是这个我就听不懂了，我说轻松啊，轻松啊。就是年轻人经常用的，对嘛，就是很有一种很舒适的状态。比如说我就 chill 这样，对，我们以后就不要 chill，就是
啊，对，那我们再复习一下今天的老师，从昂贵北去，巴掌啊，巴掌啊，马朱鲁，马朱鲁，萨朱鲁，萨朱鲁，萨斯卡，萨斯卡，古拉，古拉，乌拉，乌拉，格里，格里，俄里，俄里，好，还有必达白薯爱煮啊，你的白手爱抓一朵。 Izwana aja uda lava， Izwana jakuna akava， 要往上，再次 Izwana aja uda akava， 了解疑问了了，疑问的时候就要很萌喂，买那苏，买怒苏，买怒苏，你妈苏，那我们就要跟大家先说拜拜喽，啊，拜拜苏，拜拜哎呀啊，哎呀。